今日嘅助詞係落，落第三聲調，落係我之前學過嗰個單詞落嘅入聲調嘅變體。依然係根據兩位老師嘅論文嚟做一個總結。先睇一個例子。哎呀，我都話唔偷走啦，你綁住我做咩啫？都返到入宮啦，你唔係咁都信我唔過係嘛？呢度我都話唔偷走，落。呢度咧就係表示我講咗咁噶啦，就肯定唔會走嘅，即係表示個態度好堅決。呢個就係佢第一種用法，用於表示必然性，即係客觀條件咧或者必然性必然會發生，唔可逆或者係主觀態度嘅堅決，肯定會咁嘅。咁佢係表達一種好強烈嘅情緒。跟住睇下第二種用法。我話佢兩句啫嘛，個衰人就偷咗我隻哮天犬去炆枝竹咯。你係邊鬼個啊？在下二郎神啊！呢度咧，我話佢兩句，佢就點點點。呢個係表示一個邏輯關係因果。前提係我講咗佢兩句，結論咧就係佢偷我隻哮天犬。呢個係表示因果關係嘅。跟住睇下第三種用法。炒車未必唔得，唔得，條街太多人。夜晚咧，話咗唔得啦，你仲講？第三種用於警告，話咗唔得咯，你仲講？呢個係最警告你唔聽話，咁啊就會有嚴重嘅後果。呢個係第三種用法。我哋做一個總結。佢同落一樣嘅用法，但咧就係情緒更加強烈。佢可以用於客觀嘅事件，表示佢個發生嘅必然性或者不可逆，或者用於嗰個主觀態度，即係主觀認為佢係一定會咁嘅，表示嗰種好強、好堅決嘅態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佢就可以用喺個複合句或者從句入邊表示因果關係。咁因為 A 必然會 B 嘅，咁表示佢嘅邏輯關係。咁呢種邏輯關係仲用喺條件句入邊，就表示如果點就會點，就用於如果你唔服從，就會隱含一個嚴重嘅後果，即係用於警告。呢個就係落嘅用法。我哋後邊放多幾個例子，俾大家分別再感受一下。個個口口聲聲都係為公做嘢㗎啦，唔通我為自己咩？踩落路尖，踩到先得㗎。我夠話踩落月球啦。其實咧，呢啲嘢我唔可以講出嚟，但係我唔想呃你。我係警察。周 Sir 而家都米已成炊咯，講晒出嚟都啱嘅。妖！你唔驚我嘅咩？我驚你有牙，我驚有個牙喎。